一日一摆秋桃游行，为1988年办到即摆已经有33年的历史啊！今日是提出反独裁、护民主、拼公道的口号，由南到北用行来串联，以及宣讲这个公道的理念。第10个讲是来到云林县，为这个岛南火车头行到西里福兴宫，暗时会伫这个云林平原社区大学举行座谈，甲民众对谈。因计伫12月12日会行到台北总统府前，欢迎民众做伙来对话。2021年秋岛行动以反独裁、护民主、拼公道做诉求，在月13开始自屏东出发，上北沿路用行行脚串联，第11天来到云林县，对到南火车头行到西里福兴宫，暗时伫云林平原社区大学来举办座谈会和民众对话。那执政党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之下，所有的媒体的封锁，或者是对于重大的这种政策的辩论呢，就一面倒的压制。透过这样一个行动，我们希望说能够把台湾的一些运动团体呢串联起来。会上嘛邀请8月份伫中正纪念堂举行大众众文化行动节的工运人士吴英艺，和大家分享安怎用文化行动来介入社会议题。比较公正公平的辩论，而现在执政党完全是用经费、用纳税人钱去宣传片面的经费，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公平。参加这摆行脚串联的行为艺术家詹启明，嘛伫现场和大家分享伊伫大潭做的行为表演，呼吁大家做回来关心。我比较想从我屏东的家走回我台北的家，我想呼召这些真爱早教的朋友，可以再回到你当初跟早教的一个感情。秋岛行脚团队伫12月12日会行到总统府头前，欢迎民众伫路仔拄到的时阵，会使做伙来参加和对话。